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，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。他再恨铁不成钢，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！如此下去的话，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？对不起大家了，对不起了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，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！老身呢，感到惭愧呀，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。是我们对不起元帅，对不起老太君。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。哟，娘，娘，娘，您怎么？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，遭受了侮辱、谩骂和殴打。你身为元帅，为何视而不见？啊，娘说的是他们呢。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，不仅自己士气低落，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。而身为元帅，肩负着御辽的重任，我岂能放任姑息？所以而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。所以让他们遭受谩骂和毒打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元帅，穆桂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，而不在于他们。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，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，实在不公。哎，这些将领，元帅，有话直说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我绝不会传话。娘，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、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奈何不得他们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不服气呢。将他们封闭起来，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。哦，战事打响之时，再将他们轰入战场，怎可能士气高涨啊？以儿媳之见呢，对他们应该是宽仁厚爱，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，还得给他们自由。这些士兵啊，都是有经验的，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，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。这样呢，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，不但士气不会低落，还会鼓舞士气呢，团结一致，共同御辽。哈哈，桂英说得太好了，言之有理呀。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。娘，那是宗保的队伍，让宗保去顺理成章。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？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桂英去说就更自然，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。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，他们鼓舞士气，同仇敌忾，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。奶奶，还是让宗保去说，这样利于他带兵。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，他们难以接受。奶奶，宗保是个坦率的人，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，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，他们会谅解的。爹，我去。好吧。去吧。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，
我没有深究根源，而且还怨你们，是我杨宗保失职。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，使我猛然觉醒。城池被破，责任不在你们，将领都跑了，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？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，谁又能服气？我杨宗保从小到大，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。今天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，对不住大家了。刚才我夫人说，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，还应该得到尊重。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，更没有投敌叛变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。过去，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，是我太蠢了。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，有经验。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，介绍情况，并且总结教训。所以本将军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，自由地进入和交谈。这好玩，真的呀！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，这番话句句在理。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！将士们，杨宗保作为先锋官，缺乏带兵经验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，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。本帅在此深表歉意，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。啊，处罚？这事儿不怨杨将军，对，不怨杨将军，不怨杨将军。杨元帅，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。将士们，我杨延昭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，而今蒙圣上隆恩，又重新执掌帅印，虽不敢自夸，但是，请将士们放心，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，把将士们甩给辽军。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、与大宋同在。好！宗保，你是御辽先锋，给大伙儿说两句。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。上阵杀敌，我一马当先。如果我临阵脱逃，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。我相信，通过战争，我们会积累经验。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，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，直至全胜。大家认识这位吧？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，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。小王爷，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。我的武功、兵法不如宗保，但是他有血性，我赵飞一样有。这位叫穆桂英，大家都认识吧？桂英，在。
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，也是朝廷命官。桂英，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。讲几句吧，呀，去吧。将军！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。说。不说这些废话了啊！哎，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？哎，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？站出来吧！什么样的？什么？那总得有个谱吧，不能全都要了吧？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，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。巧巧呀，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！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！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。哟，对眼儿了？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，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？这就对眼儿了？不用看眼，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。还有谁呀？还有谁呀？奶奶，咱今儿高兴，咱要不是跳舞吧？哦，跳吧！跳啊，跳舞！来啊！为了打胜仗，咱们呀，舞狮去！桂英啊，昨天和你到了兵营，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。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，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。不过呢，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，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，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。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，以后有的是时间。这再早不再晚嘛。再说了，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，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。哼，娘，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。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。哎呀，娘，您就放心吧。说心里话，我理解她。这些日子呀，我保证跟她好好学。我要求你注意坐姿，是为了集中精力。你可以闭上眼睛，来，跟我学。这音乐太美妙了，哎呀，弹得好！本公主说的，你就是听不进，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。其实公主啊，你说的话句句都对，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。为何？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？哼，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。别跟本公主说这些，我不爱听。嘿嘿，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。哎，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？说那人要有礼仪，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？况且我保证，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。
确实漂亮。哎呀，可惜了了。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？别跟我说这些，我早就知道。不，哎，你也别瞪眼，别瞪眼儿。我不是想挤兑你，公主，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，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。你说你这个人吧，诗书读了不少，可对这道理呀，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。当然这个不怪你，你呢高高在上，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？所以呢，你就盛其凌人，目空一切。别说宗保对你退避三舍，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、大臣的儿子，他也不见得喜欢呀。照你这么说，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。啊不，你别生气，稍安勿躁啊。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。你是谁呀？你爹是圣上啊，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。再说了，你爹一句话，谁敢不从啊？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，它有意思吗？你瞅瞅，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你看看，这说都不能说了哈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，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？咱们做女人的呀，哦，为了讨好男人，就得当牛做马呀。你还年轻，没结过婚，好多事儿呢，你不懂。垂头丧气、弯腰驼背的，看着多不精神啊！你大胆！哎，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看来本公主说的话，你是听不进去了。哪有啊！其实说心里话，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，真的。你是公主，宽宏大量一点儿，我们一介草民，这哪儿说的不好，哪儿做的不对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哎，其实啊，你教的真的挺好的。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，我回去偷偷练呀。连宗宝都说了，我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真的。但是呢，你的教法呢，如果再变化一下，别这么死性的话，我恐怕学的会更好。你就说我吧，我一习武之人，我深知其中的道理。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，环境不好啊，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。你就说我吧，啊，我现在啊，囚在这房子里，心烦意乱的，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？是不是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，是不是？这地方多小啊，外面多宽敞呀，这空气又新鲜，心旷神怡的，我肯定进步大呀。你是说花园？哎，走，快走吧！哎呀，出来太好了，真是村姑，不懂得礼数，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。别和她一般见识。那选什么呢？我去看看。木姑娘，啊，开练吧，开练吧。好，来吧，抬头，行吗？往后走。我发现那边有野菜。啊，你先去。哎，你这练的什么呀？啊？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越走越差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？啊！我知道了，公主啊，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？这不歇着吧，进步肯定不大。公主，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，再歇会儿行吗？脚疼。你这……哎，彩云，
副公主，回一阁楼歇歇。公主，不用不用你服侍，那你来。那你歇会儿啊。那你快点。好，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。走吧。哎，等等啊！公主啊，你给桂英传授礼仪，老身还有他娘，还有这些婶娘们，可感谢你了。奶奶，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，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，教了有些时日，效果不甚理想。甚是理想。奶奶，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。哦，是啊，娘，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。是啊，娘，我这桂英进步的确很大。公主，你看，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。是啊，哎，娘，您看，桂英这做派呀，真的好了很多。哦，这呀，得亏了公主。是啊，谢谢公主。娘，我说句不公的话啊，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。那是，娘哪能跟公主比啊？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。奶奶、婶娘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公主啊。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，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。哦，她让我学呀，我学累了，她就让我玩儿。今天上午她还让我挖野菜了呢。哎呦，台风，可好了，谢谢公主。台风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，然后蒸成菜团子了。端下去，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？哎呀，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？来一块儿，来一块儿。奶奶，你尝尝。好吃。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。告诉你们，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。你们也尝吧。大娘，傅宗宝啊，你也尝尝。你也尝尝。好。是挺真的很好吃。香啊！再来一口。哎呀，那个娘，你也来一块儿。这东西肯定拉嗓子。又不是刀，又不是剑的，拉什么嗓子啊？就是郡主，娘，你吃一尝一小口，挺香的。你尝尝。怎么样啊？公主，要不你也尝尝？不，我就给他拿过来。来，公主。好吃吗？嗯，公主都说好吃了。我还想吃，再来一盘吧。没了。这么少？就是这么少啊！大伙儿要得意这一口啊！吃过饭，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去，我现在就去了啊！慢点儿。饭后方可去。对，吃饭。吃饭。公主，你也吃。好，有进步。再往前走，怎么样啊？手要这样了。哎呀，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。放得好。哎，行了，别练了。怎么了？你坐，你也坐，公主你也坐啊。公主啊，您喝茶啊。公主啊，咱能好好聊聊天不？哎，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？我正教你礼节呢。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，您就说好吃不好吃？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？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公主，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？
你想说什么呀？公主啊，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，让人看烦了，也吃腻了。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，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。那可不一定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？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。您要不信的话，去我们木克寨看那些乡民。公主啊，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说实在话，我挺感激你的。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。哎，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，你说你把诀窍都教给我了，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？我呀，就先教教你站姿。来，来，起来吧，都起来，看着啊。你看啊，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，你要是这么站着，你看，这样感觉好多了。你说你才18岁，你就驼着个背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？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到30岁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。这话呢虽然不好听，但是有理呀。您想想是不是？您再试试。嘿嘿，公主，这阔胸大步走，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，呼吸也顺畅了呀？公主，你身子这么弱啊，就应该常做运动。等回头啊，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，你知道吗？这阔胸大步走啊，不但对身体有好处，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。真的吗？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该怎么走啊？抬头挺胸。这能好看吗？当然好看了，不好看能教给你吗？你，哼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生我气了。我是个山野之人，说话直，但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，心口不一的。别生气了啊！哎，彩云，你也去教海棠去，我在这儿教公主啊。好嘞，来，公主，我们再来。嘿嘿，来，挺胸。对，走2步，大步，手举起来。对，好，来，对，往前走。到底是我教你啊，还是你教我？举起来。你教我，我也得教你呀。再来。说心里话，你教我那些礼仪，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，我感激你。手举起来。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，如果不教你的话，好，我心里会有遗憾的。啊，对了，来，我教你。哎，再来一遍。我是你老师，还是我教你吧？走。你还教什么呀？好。你教那些东西啊，我早就领会到了。不就是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喝茶有个喝茶相吗？做是这样做吧，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？咋样啊？哎，你既然都会了，你还戏弄本公主啊？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想戏弄你。你不是跟我说，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？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，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！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？哎，咱俩能不能别斗了？你今儿个呀，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，行不行？哎，想必你都没出过宫，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？山里？是啊，这山野啊，不但空气好，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。哎，咱要到那儿练的话，你进步都大。
咱去山野吧。不，哎，彩云，走走。走啊！哎，你不能露出来的，别让人看见。啊，好，乖乖啊，听话啊，快点。行了，可以停了。哇，哎呀，出牢狱可真好啊！哎，来，怎么样，美不美啊？真美啊！哎，彩云，你看那儿。哎，公主，你俩呢？上那儿去，那个石桥上，那儿练大步。我跟彩云，我们俩在这练小步。一会儿咱们交流，怎么样？那我们先走了啊！走，快点，一会儿见。哎，走，公主。追我呀！公主，追我！追我呀！追不上我！追我呀，海豚呀！哎，我抓住了！抓住了！哎呀！别掉了！公主，这里可太舒服了。哎，郊外可真美，外面啊，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。那是，这可都是天然的。哎，他们呢？哎，一直都没看到。哎，公主，你看那边有烟，他们好像在那边。走，桂英、彩云，公主小心点！公主你来了，快，坐那儿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烤鱼呢，一会儿就好。哎，你们练的怎么样啊？哎呦，你看，掉了，我们身上都湿透了。湿透了，好，给来。这湿透了呀，身材能变得好。这练好身材呀，一定能找个好男人。少夫人，差不多了啊。这个差不多了。哎呦，来，尝尝。尝尝呀。太脏了。不脏。哎呀，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。哎呀，好香啊！少夫人，要不我尝尝？来尝，等一尝啊。好吃不好吃啊？公主真的好香啊！来，你也尝尝。尝尝，好吃。不能这么吃，要大口的吃才香呢。你那样吃不出味儿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好不好吃啊？还行。这个烤的有点焦。哎呀！来，你二位尝尝这个。哎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少夫人，那你呢？哎，我们木刻寨飞鸟多了。来，你也吃口。怎么样啊？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，烤焦了更好吃。来，水晶，你看，出水了吧？加油，出水了吧？哎，公主，你也喊。我不会啊。哎呀，什么会不会的，喊出来就会了。你跟着我喊啊，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。呼呼呼呼！哎呀，大声喊！呼呼呼呼！呼呼呼呼！公主喊啦！我是公主，我是公主，我恨穆桂英，我恨穆桂英。哎呀，大声点儿，喊出来就解气了。我恨穆桂英，我恨穆桂英。这就对了，再喊一遍。我恨穆桂英。好。
郡主，嫂子，小姑，来坐。哎，你们说怪不怪？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。郊外啊！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。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。这还用说？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。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？哎，他们不都年轻吗？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。啊，哎呀，今天太好玩了，多好玩啊！真好玩。木姑娘啊，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？为什么呀？我再来，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。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？木姑娘，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，我发现，只有你能配得上宗保。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，我才发现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都不像公主了。你别这样啊！你是谁呀？你是公主，能跟我们这野丫头比吗？啊！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保幸福。公主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，愣从你身边把宗保给抢走了？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，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保这么好的人了。没事了，走吧。哎，公主，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保更好的夫君。走了。桂英啊，这公主走了，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。不过，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。毕竟呢，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，入乡随俗。娘一直想改变你，可你呢，没被改变多少，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，改变了很多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？娘，我哪有什么魔力呀？只是我那些做法呀，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。这点娘倒没觉得，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，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，你可了不得啊！他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，他就是觉得呀，我那些说法合理。娘，这人呐，只要说的在理儿，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。哎，娘，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，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？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？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，不能改变。像娘吧，虽然是皇家之女，为了照顾好男人，也得如此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？娘，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。这传下来的东西呀，它也不一定合理。您就说吧，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，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。你说，那好好一个脚，非得给它弄折了，然后用布给它裹上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不糟蹋人吗？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，做点牺牲也没什么。不过还好，娘是在皇室长大的，要不这个脚啊，也得给弄残了。娘，这取悦男人、伺候男人，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？我觉得这习俗啊，就应该废除了。娘，这不好的东西啊，就该不要。我认为，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。是，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，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。娘，就拿您来说吧，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，功绩了不得，可是您也没闲着呀。这天波府这么大，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，还有老太君，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，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，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？还有，您说
您都这么操劳了哦。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，你还得伺候他。哎呦，这又是亲自的端水、洗脸、洗脚啊！怎么啦？要我说呀，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。哎，那怎么行？那不符合常理。常理不对，咱就应该改。娘，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。啊？哦，我也给他洗。